你几多岁哦？要结婚啊？对啦，哎呦，啊，都重要啊！前队离正25号，安吉咯。大家好，欢迎收看《维基百科》啊，係今本日出版的講史啟德人啊，以前呢係呢中國清古老的文獻之一啊，本個儒家呢。按到講五經之書，了解以前呢，做得講掌握到個安尼人一生的了條行程，一生的了條方向，但係我了解了以前呢，也唔係講很容易吼，大家對佢符合了條也非常的有隻。神奇的嗰種感覺哦，有一點困難哦，今日呢，拄好了三隻同學又對呢個議題有興趣大家來帶領到了三隻同學來往呢個方向來研究呢意見呢，你請三隻同學來自我介紹一下好嗎？先生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莊家基。先生好，大家好，我係強子英，希望今晡日做得老先生好多懂到東西。先生好，大家好，我係陳冠，今晡日大家共下來學易經。安尼今日來準備，你喺度準備來上課咯哈。易經呢係一隻當自然的一隻產物，幾千年來呢。對帶領到呢啲中華民眾呢嚟行到呢下，因為咧以前係講係一個係動自然的一隻軌道所以我唔啲唔咧就了解以前又了解一道對以前咧就乜嘅意含義嘛。嗱，知道近排已經有條像神明呢。好。所以呢，內地孔子有寫個易傳啊。喺上講解老命理占卜有相關的安樣。都較下了解大家，做嚟講對易經呢，也冇講當專業的一隻了解。因為易經呢，之前有講到三義哈。三義呢就講那歸藏義啊、連三義、歸藏義一直到呢啲嘅主義連三義呢、歸藏義啊，那就一隻較古老嘅時代了伏羲氏嗰兩時呢，就嚟做了的連三義，就加個遇到記了的事情呢。打獵啊，神法啊，其中用今日要做乜嘅事情啊，要出門啊，佢全部都用拍索嚟做一隻記號，所以呢演變到講一直變到咧有陰有陽咧就符合，一到則陰一到則陽嚟代表乜嘅事情，一直到歸藏義呢，也係殷商的時期嘅一個產物。一直到朱朝呢，嚟一隻朱義章出來朱義呢，係喺一隻朱文王嚟嗰兩時呢，本個加出嚟呢，管到嘅有理成地位佢用所有嘅民藏呢嘅草，按到絲草佢那熬到50幾嚟嚟做一隻卜卦。那卜卦呢？嗰兩時你底下做很多大眼神算大眼神卦就用49支來做一隻演算演卦一直到底下呢，底下懂多了底下都卜卦呢就變到懂多的方式，金錢卦前面做得咁樣嘅都你底下的跌身高沒做得啦到底梅花心意你係喬木柱做的做一隻卜卦一隻方式，但係呢解釋喬木柱係呢離不開的易經咩的地方嘅經文含義能用
已经来解释来卜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易经吼，佢题错吼，啊，佢嘅主神有哪条咯？今日在易经咧，在主神以来呢，有分几下种吼，有卦哦，有卦，有辞，有土，有川。卦呢讲的是64卦，但呢64卦又是从8卦来重复哦，上卦下卦来组成一只卦哦，864哦，864四卦。讲到了辞呢，就较几多个算命，一只卦是样的情形加含义喺物界啊，土呢又一到了土就从河土落树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先天八卦也有一个口诀了哈，16宫中水，27同道火，38为朋木，49为酉金哦，今日就会都会50同土哦，啊，这是东昂呀一只法文哈，白色呢。哦，白色的就按照阳，无色的就按照阴啊，形成一张先天八卦出来哈。啊，后天八卦呢就较紧要了哈，佮较一张演变出来哦。带9离1哈，带9离1，走3右7哦，24为奸，68为足。其实讲呢，就一张先天八卦加个形式，全部就一张图出来。哦，就演变都讲哦，四正面哈，四正方哈，还有四隅方，从八卦出来哟。我想请问吼，该易经底部度的内容啊，到底係講乜解安樣？易經呢，就講到一個三十二吼，三十二底部呢，體質就當簡單的易，吼，而講呢啲太自然呢，啲不變的一個理論吼，啲道理呢，就從開始到一直到結束，吼。但係呢，易經講嘅係終始，啊，唔係講始終。那始終呢，是因為有開始有結束。但係易經呢係有開始做一隻多一隻軌道轉來，有限嘅結束，但係結束又開始，啊，所以咧就一隻不變嘅一隻道理，哈。循環。好一隻當簡單嘅一隻義理，哈。所以咧變到講。易經也都講，呢個叫導編的一個編譯啊，導編。但係後尾呢，第三就講不易，唔會變，唔會變呢，講確實嘅道理呢，多轉呢含的中央，哦，你係做一個義理的問題哦。所以易經講轉來，就係你太自然、大自然的一個演變啊，唔會變。哦，唔會變，就按樣嘅情形。想請教下，即乾坤係唔係有代表嘅世代啊，還有什麼按樣嘅意思啊？係乾坤呢，乾講住一隻老夫嚇，一隻阿爸做出嘅嚇。坤係一隻老妹，就一隻老母，一隻阿妹。佢講出來呢，就變到講有六情方面嚇。當然啦，你後尾就慢慢的就講了六情的了關係啦吼，然後先來講了戲論的問題，係，你乾坤呢講出來就含有一種嘛水火，吼，有水有火，吼，你變到講後尾有雷公，吼，有乜嘅有雨，吼，你就有風，吼，你就講。來形成一隻八卦出來了，哦，八卦出來講嘅係乜嘅？有熱，哦，有火有水，哦，有山有風，
有树的有树的就木嘛嗰度那边呢，嘛个有向雷公有雷在度，形成了八只卦出来哎呦。家下老大家讲到了八卦嘅一只变化呢，杜峰啊，特别有一种图来老大家来做一只解释同样也从太极开始太极开始呢，变到讲阳往都当背咪阴都沉下来咪就变到讲有阳易到阴易两种阳易呢，呢就用一画单画来做一只记号，阴易呢有两只单画来做一只阴易的一只记号变化呢有阳易出来呢，变到讲有因为阳地方有含阴，阴地方有含阳，所以呢阳易上来有只太阳地方有只小阴阴易上来呢有一只太阴，地方有只小阳，所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係咁樣出來呢。太陽上來呢，同樣有陰有陽太陽上來呢，就來試加啲太陽小陰太陰呢，也就變成咗四象。四象上來就八卦咯太陽加講有陰有陽，所以呢順陽就變到講就乾師三畫三畫陽三則陽畫陰上陽爻啦都講爻。你變個堆乾堆呢即都變個小五小五兩則陽含一則陰你隻離呢係一隻你先天八卦離呢係一隻陽兩隻陽當背下背東昂一隻陰爻就變咗講離實在係小陰嚟變化出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以小陰又變咗一隻陽畫都下背，兩隻陰卦陰爻都當背，變咗一隻震乾對離震兩隻一隻震你看同樣呢小陽上來呢一隻風呢係兩隻陽爻都當背，一隻下爻陰爻都下背，你係一隻戌一隻戌後尾呢一隻坎師呢係兩隻陰爻都上下，東昂一隻陽爻你係一隻坎師你話太陰呢上來變化呢，陽中有陰，陰中陰爻有陽你話隻劍你話隻陽爻呢出當背，下背有兩組嘅陰爻，兩隻陰爻都咧你話坤呢三隻陰爻嚟組成一隻坤，所以呢八卦呢變到個乾對離震戌坎劍坤你八隻卦八隻卦。奶呢土呢會成金，你係做一隻上升的一隻關係，你五行上升的關係上升會上克先生我想問一下我跳牌常常講的五行一八卦老五行有冇相關乾呢，呢就代表一隻金，係金當然金加呢，慢慢你會講到有陰有陽你話都金對面也係算金離呢算火離為火震陽魚就變到講一隻木
属属木，戌呢也讲诶属木诶，坎呢，因为坎呢，这含义也属水，庚呢，因为也艮为山，为山，但呢，你就讲也属土，属土，坤呢是地，坤为母为地，所以其也属土，所以呢，五行地杯，八卦地杯也属地杯咧，包含到五行以后的变化到当多的事情，唔单止六亲，有阴有阳，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都地杯，五行呢讲到有一只叫有相生相克的一种问题，相生相克的一个问题哈。他讲的金呢，是上升乜嘅呢？金生水，水呢會生木，木呢會生火，火呢會生土。根據古時候人講嘅塵歸塵，土歸土啊。奶呢，土呢會生金，呢係一個上升的一個關係，五行上升的關係。上升我上克嘛，冇有，唔係我上克。你看呢，金絲嚟講，金克木，木克乜嘅呢？木屬木奶嚟這樣嘅，嚟生木嚟克土，土克乜嘅呢？土克水，水嚟土煙，水嚟土煙嘛，那水又克乜？克火，那火呢嚟克金。所以呢，相生相克的問題，就按樣嘅一個用意啊。然後呢，平常嘅生活，窮啊做得用在窮下樣。係啦，正經係博大精深啊。查唔係查。先生，我想請問吼，該看起來八卦啊，真複雜，等我有乜個較好嘅記憶方式做嚟記憶冇？嗰樣時呢，主席呢就有變到講對八卦有一隻口訣就錯嘅吼，較好本來呢就較好記吼，呢乾呢，記住講到乾三連，乾三連，對上克，那離呢離中虛，離中虛，東昂呢係。魚嘅就陰爻就錯嘅啦，震呢震養魚，養魚頭擺人就魚彈魚嘛，巽呢巽下斷，坎中滿，艮覆완，將완夾下來樣因為而家완樣係覆완，坤六斷，坤六斷，你係講你係八卦你較好記啦。先生我想去請問一下你八卦頭先講啲八卦，你八卦後背要分幾種東西冇？八卦下來呢，你就一個所謂嘅蛋卦，蛋卦，所以八卦所以演變都講有864卦，64卦就講你窮卦了，你蛋卦。當尾蛋卦，下尾蛋卦就變到864。對在一起。一個組合，一個組成一個窮卦出來了。那窮卦出來去含嘅，你唔單止了六親的問題了，就含動態了，含一個含義就動發動態嘅，所以咧八卦咧就含義係一樣。做對。先生，我想請問該意見啊，有冇用喺我哋生活當中？意見呢，最簡單就用嚟卜卦，卜卦嘅方式嚟做一隻老人嘅生活嚟個做得正。呢度咁樣嚟解釋啲呢，我希望你哋可以提出一隻問題來，然後呢來針對呢隻問題嚟做一隻卜卦嘅梅花心意嚟做一隻解釋，好冇？來，咁慢嚟提示。都本意咧。自然嘅思考一下無老先生係啊，唔是前我同學認為係。好啊，我問一下
我想问下，我几多岁哦？要结婚啊？对啦，哎呦，啊，都重要啊。哎呀哟，麻烦你先添一下，呀治疗好吗？哦，做对。因为安样呢，较好演算比较方便。好。哎，哎，小嘞。那唔是啦，抓一道点啦，安尼做得用丝件，哈，做得用丝件天然的鱼，天嘿，前面一道点一道粉11点10分，11点11点10分。然后11点呢，11除以8，因为80卦，好，因为80卦位，等于余多少？余3。然后3呢，先天8卦地位呢，嘿，先对离，下卦就变成讲离卦咯，哈，离什么？是不是离中虚？是不是？那你还10分，穷阳哦，穷阳的除以8，好，余多少？余2，前对上切，是不是？所以2是对上切，那个事情就穷阳有从开始到一直都结束。那开始都结束动后呢，你能用复卦啊，用复卦来表示来卜这件事情。你看，经过乜个有乜个经过迄样的情形吼。看人面相呢，也穷阳哈，较唔会讲沿着演绎为一种方式来。传统的方式，你比较会创新的一个做法啊，你那个性那安阳的个性哈，所以你对这个婚姻的感觉就是讲，他有一种新的想法哈，尤其呢，在经过的过程当中呢，你是体客用，所以你本身呢，你对这个是很用心在好好的做这件事情啊，那。变卦呢，那是等于是你的将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婚的一个情形呢？穷爻，你会花很多心思来做你这个一个结婚的一个方式。当然了，你刚刚讲一道水做的结婚，你还充电的哈，你就天然最油了哈。你在一起酒嘛？冻掉。所以呀，婚姻呀，一个样的哈啊，你是岁哈，左右位呀，就会一只结婚，一只结果安样。哦，好来恭喜安样。恭喜！大家还有乜嘅问题冇？冇乜问题，不过今日请石梦先生老外哋讲按多已经伫尾度嘅指示，石梦先生。今日讲嘅呢，你係全部都已經係基礎嘅問題哈，也希望大家有心。在也中央就前時間嚟復習一條已經嘅一個基礎。今日課程呢，都目前到了為止了哈。希望大家，希望大家下次再見。